火燭啊嘛，離開自己嘅屋企啦。咁有好多連電話都冇及時去到攞走嘅，即係你話重災區嘅可能已經燒晒啦。咁但係總有嗰個屋苑入邊有其他嘅大廈，可能嗰個情況唔係咁嚴重嘅時候，其實居民都好想去到翻去睇一睇自己嘅有冇啲財物可以攞走啦。長遠嚟講，究竟佢能唔能夠繼續去喺雲福苑度居住呢？咁其實呢個係佢哋最大嘅一個疑問啦。大家好，歡迎收聽時事焦點，我係鄭樂偉。喺開始探討之前，首先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訂閱、撳埋個鐘，有新片上就會立即收到通知㗎喇。香港大埔雲福苑大火發生1個月，大火造成咗至少161個人死亡。咁今次嘅大火咧就帶出咗好多嘅疑問，例如雲福苑係咪真係涉及圍標嘅問題？咁但係調查似乎就遲遲未有進展，圍標嘅問題係咪過去20年一路都揾唔到一個嘅解決方案啊？其次咧就係棚架，當時雲福苑嘅大火都未夠熄，香港政府已經話可能係竹棚易燃引起嘅火災，後尾又改口話唔打算一刀切將竹棚改做金屬棚架，咁點解又會轉口風呢？仲有就係居民嘅安置問題啦。前幾日咧就有雲福苑嘅居民聯署，要求政府原址重建，而且好多居民到依家都係無家可歸嘅，例如可能入住緊過渡性嘅房屋啦，又或者攞緊政府嘅臨時津貼四處奔波。咁又係新嘅一年啦，雲福苑嘅大火係後續嘅走向又會係點呢？我哋今日請到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發言人、前香港區議員趙恩來嚟同我哋回顧同埋展望一下。趙生你好，今次件事咧就發生咗差唔多1個月啦，咁依家依然都喺度討論緊居民安置嘅問題。咁例如居民佢都係依然係暫住喺唔同嘅安置嘅居所啦。咁其實政府今次嘅安排點解會好似都係有啲奇怪咁樣呢？要無債一身輕，你我都做得到。透過債務重組或破產申請，我哋已成功幫助超過10萬加拿大人。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我諗其實因為今次嘅災民嘅數量其實都多嘅，咁其實都約莫有2000戶啦。咁因為而家就無論你嗰陣大廈係唔係最嚴重嘅受災區都好，咁其實都係唔俾去到翻到雲福苑去到居住。咁而家其實災民係分幾類嘅，一類就可能自己有經濟能力或者自己有辦法啦，咁喺出邊租到屋，咁就有一個租金嘅津貼啦，咁津貼佢哋喺私人市場去到租住個居所。咁另一種咧，咁其實就係可能有一啲機構去到協助佢哋啦，咁去到可能某一啲就係一啲酒店咁樣去到臨時去到免費俾佢哋居住啦。咁而同時亦都可能有部分嘅居民就會散落咗喺唔同嘅政府提供嘅一啲過渡性房屋啦。譬如即係比較多少少嘅就喺大埔嘅善樓啦，咁同埋呢個洪水橋嗰邊嘅過渡性房屋。咁而家個居民其實唔同嘅情況都會有發生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其實對於政府嚟講，咁你突然之間有成2000戶嘅居民要去到安置嘅時候，咁有冇一個咁大嘅一個地方，或者能夠突然間容納到啲2000戶咧？咁其實都係有一個困難嘅。咁但係而家點都好啦，咁其實居民面對嘅最大問題就係其實呢啲咁嘅臨時居所都係一個臨時嘅性質啦。咁其實究竟長遠嚟講，究竟啲居民最大嘅問題就係會唔會可以返到自己屋企去到睇下屋企發生咗啲咩事，個損失有幾嚴重咧？因為其實有啲居民係突然之間去到離開自己，即係因為火燭啊嘛，離開自己嘅屋企啦。咁有好多連電話都冇及時去到攞走嘅。咁其實即係你話重災區嘅可能已經燒晒啦。咁但係總有即係嗰個屋苑入邊有其他嘅大廈，可能嗰個情況唔係咁嚴重嘅時候，其實居民都好想去到翻去睇一睇自己嘅有冇啲財物可以攞走啦，又或者係
係其實長遠嚟講，究竟佢能唔能夠繼續去喺雲福苑度居住咧？咁其實呢個係佢哋最大嘅一個疑問啦。咁正正係呢個原因，咁其實早幾日咁其實都有居民去到有個聯署信啦，咁希望就係政府能夠原址去到重建又好，去到原址去到安置翻佢哋翻自己嘅屋企嗰度咁嘅情況咯。咁頭先就講到租金補貼啦，亦都講到話過渡性房屋啦。咁政府依家係就話，咁如果係即係繼續使用呢個過渡性房屋嘅話咧，係咁啊有機會需要交租啦，又或者如果係搬翻去宏福苑一啲未被燒毀嘅大廈入邊嘅話咧，就需要簽署一啲條款啦。其實呢啲係唔係慣常嘅做法啊？定係會唔會有啲更加好嘅處理方式咧？咁其實你話雲福苑呢種咁嘅情況係比較特別啲嘅，因為其實講緊如果有同類嘅事件發生，要數上去都可能已經係港英年代嘅石硤尾大火啦。咁而過去咁當然會有一啲特殊嘅情況去到俾去到叫做唔係叫逼遷啦，即係要突然之間要離開自己嘅屋企啦。咁其實呢啲好多時候我哋可能會喺一啲嘅香港嘅一啲鄉郊嘅地方，可能突然之間佢有一啲山泥傾瀉，去到個屋企已經被山泥去到活埋咗嘅時候，咁樣佢哋流離失所嘅時候，咁其實政府一般嘅做法咧，都係會安排去得一啲嘅過渡性房屋啦，或者臨時收容中心，跟住事後咧，咁其實佢哋都會政府即係因為啲情況就唔多，咁樣牽涉嘅人數亦都唔係太多嘅。咁其實佢哋都政府一般而言，其實都會安排一啲嘅公屋咁樣俾佢哋特快咁樣去上樓去到安置佢哋啦。咁但係喺雲福苑呢個情況就有點而不同嘅，因為其實本身佢係一個大型嘅屋苑啦。咁其實佢牽涉嘅災民嘅數量亦都比較多啦。咁其實政府即係突然之間要有一啲咁嘅地方去到安置佢哋，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困難嚟嘅。咁但係對於居民嚟講，其實都明白政府有呢個困難，但係居民嚟講就其實最想知道究竟我以後能唔能夠返到雲福苑度居住咧，同埋我以後究竟我嘅生活佢又點樣去到過咧？咁其實有好多嘅不確定嘅因素係令到居民係憂心噶咯。咁講到翻宏福苑居住啦，咁早兩日咧就有居民聯署要求呢一個原址重建，咁但係政府對於呢件事就似乎係一個觀望同埋考慮嘅態度，點解呢？J. Edison School 嘉德生學校提供 Montessori 至12班及暑期課程，校園安全，住校宿舍。J. Edison School 嘉德生學校名列前茅，理想在握。我諗好大機會啦。咁其實政府到而家嚟講都未有一個確實嘅方案，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個雲福苑呢個問題啦？咁其實而家其實政府都拋唔到一啲方案出嚟，去到話俾居民知道究竟我哋啲居民之後會可以點樣去到處理佢嘅生活啦。咁其實呢個就正正係居民最憂慮嘅地方。咁即係當然大家都希望你重建又好，去俾翻居民去到翻屋企去到居住又好，你去到超越頭條，解構新聞大事，時事焦點。多謝你收聽收睇星島 A1 中文電台新聞部製作嘅時事節目《時事焦點》，希望有你嘅支持，歡迎你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撳個鐘有新片上就會立即收到通知㗎喇。